真多的代志。伊讲闪电是天的锁匙，锁匙打开有雨水。阿嬷不捌你，但是有一张情批写予伊。经过几十年毋捌拆开，伊讲写你不如伤心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上适合伊，无留半年就断了过去，不甘心付出为好闺蜜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上适合伊，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，情花拢无你，痴心变痴迷。情是写什么？伊讲情人要爱无勇气，才来用力骗情意。也失去意义，情花拢无你，痴心变痴迷。我甲阿嬷问，阿嬷的情批是写什么？伊讲情人要爱无勇气，才来用力骗情意。讲情人要爱无勇气，才来用力骗分开。